台南甲高雄即马受科学园区抑个台积电这基地影响，所以厝的人有变较济，所以厝税嘛对咧变较贵。亲像台南的仁德甲安平即马拢红列做讲是税厝不如买厝的所在，因为这钱立久啊，厝就离个。毋过呢，即马少年人买厝虽然有申请安房贷会当帮助，利息是袂起的，确实是比税厝搁较会好。毋过即搭拢是旧厝，银行贷款就无法度贷到8成。门拍开来看厝，边境采光好，较好卖。受南区甲中卫区这二队影响，台南的厝价一直起。毋过有7条单位统计6大都市甲新竹高行政区的租金，总价中位数并且算现款的金额，列出7大10大租不如买行政区。台南有仁德、安平甲桂林等5区。他其实每个月去缴那个租金，他们是都可以的，只是说他们就是要拿第一笔钱那个头期款这方面比较没办法。仁德安平这所在，因为就业人口、中卫区这因素，租厝需求悬，租金也起价。尽管有新青安贷款，买厝比租厝较好，不过头期款也是一个问题。虽然说贷款利率跟年限都有拉长，什么都比较好一点，但是我觉得主要可能是我没有办法拿出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拿出头期款。那台南第9名高雄前金区路的真侪大楼，也毋过已经较侪年啊，租卖平台顶面，这套房的总价对198万到488万不等，看起来是无贵。不过这厝拢超过25年啊，而且坪数较细，贷款成数上最6-7成。新的建案大概都在前镇、林雅，那包含盐城区跟我们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多议题的就是北高雄。北高雄的话，真的是新房子、新建案推出比较多。业者介绍厝型，自备款悬，互民众也一时提袂出来只好租厝。学者观察，新青安实施了后，虽然有较侪人买厝，不过各地厝价也起1-2成，凸显新青安贷款地标无治本。尤其这一波几乎是我们台湾房价的历史高点。那如果在这个阶段买房的话，其实它未来所承受的这个压力可能非同小可。学者讲，根本问题是伫厝价。台湾这笔进入超高龄的社会，10年了后继承这个厝的量恐惊减，总到1量1半。现阶段政府应该提供更加多社会主体，而不是鼓励少年人排真重的贷款来买厝。记者综合报道。